好，来扫来看这个中国湖南省的浏阳市，昨有一间烟火工厂爆炸，总共有26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警方已经逮捕到负责人，当咧追查事故的原因。要请记者来报道。 爆炸瞬间，烟呛有够悬，附近的人随摕手机出来翕这个画面。湖南省浏阳市华城烟火工厂，昨下晡差不多4点40分发生爆炸，造成重大的伤亡。事后画面会当看到现场火也未完全拍花。 烟过一直冲出来，四块链灯拢是爆炸后所留来建筑残骸，未输是现场。现场我们能够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次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的威力跟破坏力。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根长长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钢筋构件，就在爆炸之中直接被炸出了这个园区的这个院墙。 依照新华社报道，这个工厂内底有2位无火药的仓库冒出火。 医院真危险，所以讲现场的救援人员唔敢大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嘛发布声明，讲各地区的相关的部门爱会记得这个教训。警方目前已经抓到涉案的负责人，详细原因还阁进一步的调查。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